下喺啲外圍嘅一啲金融資產啦。我哋啊提早揾埋阿盧楚仁 Jasper 出嚟一齊傾先。Jasper 早晨，早晨。係咯，因為近排咧見住咧特朗普又發功喎，記唔記得過去週末嘅時候咧，其實之前已經擺低咗關稅咧，冇乜講咁多啦。點不知喺過去週末，突然間咧又同歐盟講就係話，你談判咧進展太慢啦，我而家決定直接加你50%關稅。點不知咁啊過2日之後即刻急轉彎，又突然間咧就話同馮德萊恩傾咗個開心嘅電話之後就有得押後啦。喂，搞乜東東啊？究竟佢其實基本上次次都係咁嘅。咁啊，當佢宣布嘅對等關稅令到環球股市啊商品大跌嘅時候咧，咁啊跌到落去好慘烈嘅情況下咧，咁啊佢好或者財長都好咧，就開始出嚟安撫市場啦，又話押後，又話延遲有得傾所以咧變咗個市場又好翻咯。咁啊個市況又升翻。咁啦，當個市況升得好地地嘅時候咧，升翻去喺佢心目中一啲嘅高位嘅時候咧，佢覺得咦我又有本錢啦。有本錢咩咧？就施展翻一啲強硬態度。咁啊對一啲嘅談判方面啊個態度咧，又再轉趨鷹派。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從佢第一次嘅任期好，或者今次都好啦。咁啊嘅2次嘅關稅戰啊貿易戰咧，咁啊其實佢都係用呢個板斧嘅，就係話當個美股啊或者美國金融市場係穩定嘅時候啦，喺佢心目中嗰啲高位咧，佢就覺得佢有本錢同你火拼啊。咁但係當個市況一旦佢宣布嗰個所謂嘅貿易戰啊、對等關稅啊嗰啲嘅措施出嚟之後咧，佢見到個市就跌到冧啦。咦咁啊佢又驚個市進一步下跌咧，佢就出嚟咧就放風，又改變一個嘅態度。所以我哋有陣時都感覺到佢咧，就真係經常彈出彈入嘅。嗱，好似上個禮拜5咁，佢講加蘋果關稅，加歐盟嘅關稅加到50%，咁啊見到星期5嘅市況，咦好似都係又散咗落去啦。咁所以咧而家又話押後啦。咁啊當然亦都係再加上阿馮德萊恩同佢傾電話啦。咁啊大家真係可能有偈傾啦。咁啊對方釋出善意咧，咁啊就又去翻7月9號。咁所以其實我哋一定要留意翻特朗普，如果喺現階段嚟計咧，喺佢心目中嗰個嘅美股方面咧，我諗算係一個嘅心目中嘅高位啦。咁所以唔排除今個禮拜咧，佢可能同啲貿易夥伴國談判嘅時候咧，咁啊都可能都會有啲嘅比較強硬嘅態度出嚟。佢覺得佢有籌碼咯，即係佢講晒。咁相反，佢當個股市跌到散咗啦，甚至乎有一個小股災出現啦，佢覺得佢冇籌碼啦，佢冇籌碼咧，佢就會讓步嘅。咁所以我哋留意翻一樣嘢。咁啊至於你話到最後啦，咁啊佢同歐盟好，同呢個今個禮拜嘅韓國啊、印度啊、日本啊，係咪都係會談判破裂咧？咁我反而咧我就覺得未必係會破裂嘅。我都係覺得佢哋似係好似同英國啦、同中國啦談判有傾有講，甚至乎同英國簽署貿易協議添。係咪？同中國嗰邊亦都係互相降關稅。咁啊，只不過而家現時咧，佢哋呢啲嘅貿易夥伴國咧，佢哋有啲唔好彩啦。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個股市咧，美股方面咧，又叫做喺高位度，變咗佢又再強硬。咁啊，如果你話如果股市而家喺低位度咧，我諗佢嘅態度咧又會軟化翻。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住佢呢一個嘅情況。咁啊，所以導致個美股咧就出現咗個情況就係咩咧？喺度挫上挫落。咁啊，但係調翻轉啦，美股挫上挫落，咁啊美匯咧就係咁俾人哋挫落。咁啊歐元咧另一邊廂咧，佢就借呢啲所謂好消息咧，咁啊歐元咧就夾咗上去。係咪真係利好咧？其實當然咧，我哋傾緊關稅一定係有來有往嘅嚇，大家都可以預計，無論係美國或者係歐洲嗰個股市，甚至係匯價咧，都會有上有落嘅。但係睇翻咧，其實咧最新一個發展咧，就係話佢哋通咗個電話啦。其實可能即係特朗普，我覺得都相對容易，就係話令到佢歡喜嘅嚇。其實咧，你只要釋出善意，同佢咧直接肯對話，就唔好話你要我打俾你咁樣咧。你知啦，之前同中美之間咧就究竟就住邊個打俾邊個都爭拗咗一輪噶嘛嚇。可能咧咁樣就可能譬如你肯打俾我咧，就即係肯釋出善意咧，佢就會覺得成件事容易傾多啲，或者嗰個態度咧就會放遠一啲。嗱，有啲講法就係話咧，其實美國啦同歐盟之間呢嗰個嘅個年度嘅一個貿易額咧係大概3200幾億美金啊，講緊呢，就可能係相當於美國嘅 GDP 咧0.6個百分點。其實係呢個額度咁大嘅情況之下，你覺得兩國係咪會即係話即係兩邊嘅一個話事人啦，係咪會真係即係就住呢件事可以快速咁樣去加快個談判呢？因為有啲講法就係話佢哋兩個通過電話之後咧，歐盟嘅發言人都話會 fast track 啊，即係推快呢個貿易談判，快成點咧？會唔會真係7月9號之前就真係落實到咧？我傾向得，因為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咁啊可能都未必啱聽啦。咁啊始終都要跪低嘅啦，歐盟唔係美國。
嚇，因為而家始終而家係歐盟嗰邊係有個貿易盈餘啊嘛，對美國，唔係美國嗰邊對歐洲嗰邊有貿易盈餘啊嘛，咁所以變咗某程度你歐洲唔讓步嘅，你唔讓步好簡單啫嘛，唔讓步咪加你關稅咯，係咪先？你冇，所以某程度你睇得到根本上係冇得你唔讓步，問題係你係歐盟嗰邊讓幾多步，而調翻轉特朗普嗰邊佢亦都會唔會話少少讓步，咁好啦，原本加你5成關稅，咁啊而家加你2成啦咁樣，都係要加嚇，所以其實根本上咧。加嗰個關稅就我覺得咧，就基本上對歐盟方面咧一定加㗎啦。咁啊，究竟係10% 咧定20%？咁啊，至於歐盟嗰邊亦都係能夠可以幫美國買翻幾多嘅一啲嘅商品咧，嚟抵消雙邊嗰個貿易赤字咧。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即係要討論嘅嘢。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話而家延到去7月9號呢一個嘅限期前去談判去討論嘅咧，我傾向咧應該都有一定嘅進展嘅，絕對唔會話咩咁。起碼而家現時雙方咧都釋出善意先，唔係話雙方咧就起晒槓。如果起晒槓嘅，當然我哋都覺得哇咁啊，大佬點傾啊咁樣啊，咁好似學你話齋咁啊，之前好似中美之前都咁惡劣嘅，你打俾我先定我打俾你先，你邊個打俾你先？但係咦你又好奇怪地哇咁都傾得埋啦？咦咁都可以互降關稅？咁所以變咗你好覺得完全好似冇計傾嘅兩個陣營，咦？哇有偈傾喎，仲互降關稅。好啦，而家現時亦都係樣啦，大家互相叫做傾擺啲強硬姿態啦。咦？擺一擺之後啦，即刻大家又軟翻。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美中嗰邊都能夠傾得掂嘅話咧，咁啊美歐嗰邊咧，其實我覺得我傾向咧，我都覺得係傾得成嘅。但係問題傾得成得嚟啦，究竟個內容係點咧？呢個要關注。冇錯，因為我見到都有啲分析咧，就係講點解喺突然間即係特朗普呢個時間又會突然間提出呢個5成關稅，跟住之後再去扭翻軚咁樣咧。其實有啲講法就係話喺個時間點問題，因為佢係4月10號嘅時候就宣布換晒一紮嘅對等關稅啦，90日啦，其實而家就嚟過咗一半㗎啦。咁所以而同歐盟嘅傾談嘅進展咧，都仲係咁慢咧。唔知有啲分析就話啊，可能佢開始急啦。如果我哋真係睇翻喺呢一個對等關稅生效，即係佢宣布以嚟啦，其實歐盟嘅反應或者係嗰個即係立場啊，算係強硬嘅喎。嗱，佢喺4月2號嘅時候啦，咪第一次美國就係宣布呢個對等關稅啦。隔咗幾日，咁啊歐盟已經係有啲反制措施㗎啦，就話同美國去加徵翻呢個2成半關稅。當然大家一齊喺4月10號嘅時候就宣布暫緩。大家如果我哋記得咧，之前有講過就喺4月中嘅時候咧，美國有批評過就係話同歐盟傾得好慢啊，暫時都冇乜進展咁樣。就算咁樣講完，其實歐盟冇加快到步伐嘅喎，反而同中國傾啦，或者係其他啦，甚至去到5月頭嘅時候就公布咗一份咧對美國嘅反制關稅嘅清單，即係暫時好似佢不斷係收集緊籌碼。調翻轉美國而家係咪真係開始急咧？如果係咁嘅情況下，歐盟會唔會多翻啲籌碼傾，可能減得多啲啊？其實所謂急咧，其實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大家要留意翻，特朗普嘅急其實係在於乜嘢咧？佢係在於盡快想掃清呢啲所謂嘅不明朗因素，令到金融市場咧盡快走翻回正軌。咁因為而家現時佢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咧，而家現時金融市場個所謂嘅不明朗因素咧，就係佢嚟自佢嘅對等關稅或者佢嘅貿易戰。咁所以變咗佢好想快啲就話，喂，即係佢所急嘅意思係咩咧？快啲傾得到就傾唔到就加關稅。總言之就唔好模棱兩可，唔好俾人哋覺得，咦？即係點咧？佢就希望就係想盡快所謂呢一個嘅貿易戰盡快過一段落。無論我同你傾得成貿易協議又好，或者傾唔成都好咧，佢都希望有個結果。傾唔成咪傾唔成咯，我咪加你關稅咯。咁所以佢就唔想咧，就記住咧，就即係俾金融市場咧或者華爾街咧籠罩住呢一個嘅不明朗因素。所以我自己覺得佢所謂急咧，就唔係話喺貿易談判上嗰個急而讓步。佢想急就係話，總之個談判有結果咪有結果咯，冇結果咪冇結果咯。總之都係有個結果喺度咯，即係總之我希望咧就盡快掃除呢一啲嘅疑慮，等華爾街方面咧盡快釐清個情況去判斷啦。因為佢嚟緊啦，下一步咧又搞呢一個減稅㗎啦，即係減嘅企業稅啊，減呢一個稅改嗰度㗎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呢一個大家一定要好小心去慢慢去咀嚼咯。不過咧，我覺得咁啊，你傾呢啲咁複雜嘅協議咧，其實就冇得話一刀切，係黑定係白，係過定係唔過，有冇一個實質結果？有陣時好多嘢咧都要我哋擺出嚟，然後再拉鋸，甚至咧係好似談唔成嘅，然後最終咧拉下咧，喺一段時間過後又可能有啲協議都唔奇啊嚇！我諗喺特朗普心中咧想真係好有一個確切嘅答案咧，可能短期內都未必話每一個國家身上都可以應驗得到啊！究竟呢個局勢會點樣再演變呢？陣間同阿 Jasper 再傾。好，我哋啱啱就講緊呢個美國同埋歐盟喺個關稅上嘅談判進展啦。咁 Jasper， 你覺得最後我哋係會點樣發展呢？嗱，兩國而家就似乎咧就真係會係加快咁樣對話㗎啦。
咁但係爭在就係最後傾得埋冷係點樣？會唔會係還原翻基本步嘅？繼續就係美國加歐盟兩成關稅呢一個雙方肯唔肯接受，而金融市場又肯唔肯接受呢？你加幾多關稅冇得你歐盟接唔接受㗎啦？即係除非你歐盟嗰邊係俾到一啲甜頭，美國嗰邊咧嚟換取降低關稅嘅啫。咁至於金融市場，我覺得都接受㗎啦。原因就係咩咧？喂，而家噏親開親埋口都40幾個 percent、50%關稅，咁而家去翻20個 percent， 甚至10個 percent， 當然一定接受㗎。所以特朗普嘅技巧就喺呢度咧，先係嚇咗你先，用最壞嘅情況講俾你聽先，咁然後慢慢先至咧叫做減啲。咁但係其實咧某程度咧都係叫做好咗嘅，即係某程度。喺金融市場嘅理解都係叫好咗，但係實際可能係多咗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嘅叫做技巧或者好財技咁都好啦。咁對金融市場係一件好事。最緊要就係咧，大家係傾得成嚇。無論如何點樣都好啦，個內容點傾得成。好啦，但係問題傾得成啦。呢一個嘅特朗普對歐盟嗰邊嘅協議傾得成啦，究竟美金好啲啊，定歐元好啲咧？嗱，呢一個咧就關鍵。但係至於股市方面咧，就易判斷嘅。一旦兩邊傾得成咧，兩地股市都利好嘅。咁但係咧就唔能夠兩地貨幣都利好嘅，因為咧基本上匯市咧冇錯，一個搖搖板係一個嘅秤砣。喂，即係講俗啲一句，唔係你死我亡㗎啦，你升即係我跌，我升即係你跌咁樣樣。咁好啦，咁究竟到時係點咧？我哋可以參考翻呢一個嘅當時以當時嚟計咧，嗰個嘅英美貿易協議一出嘅時候咧，英鎊咧係升咗一陣嘅，咁但係及後咧個叫做後來咧都係跌翻。咁如果你話睇翻個美匯咧，無論係英美貿易協議啦，甚至乎中美互降關稅啦，呢兩件事咧，當時我都做咗一個嘅分析，就係咩咧？都係當時對美匯嚟講係利好嘅。整體嚟嘅對美匯利好。因為大家都覺得貿易談判有進展，華爾街喺美國嘅金融市場嚟講，都係叫做有一個嘅利好消息。唔再擔心嗰啲所謂嘅美元之間俾人哋拋售，所以美元匯價咧或者美匯指數咧有所得益嘅。呢個係最近嗰個嘅市場嘅理解。所以一旦如果你話美歐嗰邊都類似咁樣嘅有協議啊，甚至乎互降關稅啊等等呢啲嘅好消息而降嗰個嘅叫做避險情緒嘅話咧，我諗對美匯咧我都係始終都係睇高一線，除非調翻轉，好似上個禮拜五咁咯，特朗普又惡死能騰，又話唔可以要加25%關稅，歐盟嗰邊又話要加50%關稅，咁變咗嘅話咧，咁對美匯就始終係不利。所以大家咧一樣嘢，擒賊先擒王。我哋分析個歐元匯價好，華爾街個股市走勢都好啦，金市走勢都好啦，就要先諗咗究竟嚟緊今個禮拜稍後嘅時間，究竟嗰個嘅貿易談判嘅氣氛，究竟向住緩和嘅邁進啦，定係向住惡化嘅邁進 ？OK， 所以變咗我自己都會係逐個禮拜去睇咯。因為好多時候特朗普發功咧，或者俗稱講發癲咧，佢好中意禮拜五晚咧，禮拜六日咧就出嚟嗰套搞震嘅啦。咁所以變咗我哋佢一旦禮拜五六日佢講嘅嘢做嘅嘢咧，我哋就以此咧作為依據咧，就作為判斷下個禮拜嘅走勢。好啦，如果以翻最新嘅情況嚟計咧，雖然叫做對嗰個嘅歐洲嗰邊咧，又叫做可能押後啦，但係都叫做仲談判緊，大家都係觀望緊啦。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呢一個今個禮拜輕輕對個歐元有利咯，對個美匯不利。但係有一樣嘢大家要好小心，最近歐元個升勢咧，其實我都有一個擔心嘅。我擔心喺邊度咧？就係話能唔能夠可以持續落去啦。因為而家件事喺坊間裏邊嚟講咧，對美金都好似有啲嘅信心動搖啦。另一邊廂馮德萊恩都喺度講，就拉加德都講，都係話啦，而家一個好時機建立翻歐元一個國際地位咁樣。其實根本上而家其實就話歐洲嗰邊咧，其實係想去拉生意、爭生意。點解咁講咧？因為而家大家都知嘅啦，大家好多時候好多國家咧，歐洲係最嚴重，就係嚟緊要發債去支持嗰個嘅軍費開支啦、經濟上嘅支出啦等等啦。所以變咗咧，嚟緊咁大量發債咧，而家正好一個機會就係咩咧？歐元個匯價咁樣向上咧，俾到一啲嘅資金，係啊，美債唔掂㗎啦，你快啲嚟買我歐債啦，我歐元匯價又強勁，變咗你啲外資嚟買我歐債，你就唔需要擔心蝕匯水啦。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你見到咧，喺度大家喺爭生嘅情況下咧，罕有地咧，歐洲央行咧都喺度幫歐元站台，快啲啦，有買趁手啦咁樣。咁但係問題關鍵啦，歐元個匯價喺我眼中能唔能夠持久強勢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點解咧？因為你可以近嘅嚟講，先唔好講遠嗰啲嘅問題啦。近嘅嚟講，你見到最近上個禮拜四，我冇記錯定禮拜三，歐洲公布咗個 PMI 嘅，同日美國都公布咗嘅。係歐洲公布 PMI 咧，3個 PMI 咧，全部已經係跌過50嘅啦。OK， 全部係進入一個收縮區，即係我哋嚴重啲講係行緊一個衰退嘅啦。
即係如果以你要用 GDP 嘅角度嚟計，等於衰退緊㗎啦。因為佢用一個50嘅盛衰分界線㗎嘛，低過50就係衰咁啊高過50就係盛。咁啊而家現時全線係向下。係三大指數嘅 PMI 都向下，咁話俾我哋知，以歐洲嘅經濟嚟計咧，全部係衰退緊，或者叫我哋叫收縮緊。好啦，喺咁嘅情況下，你要我睇好歐元，全線睇歐元咧，我就真係難啲。況且佢哋嘅貨幣政策都係俾聯儲局夾嘅。而家你見到啦，歐洲央行毫無疑問地咁啊繼續都會減息。咁但係美國係咪會減咧？係一個大問號。OK 減唔減到咧？幾時減咧？係一個大問號。咁所以貨幣政策，你美國無疑中係英國、歐洲經濟，亦都係上個禮拜公布嘅 PMI， 美國經濟係相當強勁。咁所以變咗喺我哋嘅分析嚟計咧，經濟好過你，貨幣政策應過你。咁你美金點會弱過歐元嘅咧？就係最近因為特朗普佢呢啲嘅個別嘅原因導致美金轉弱，所以特朗普呢啲所謂嘅對等關稅或者貿易戰等等呢啲噼里啪啦嘢負面因素。終有一日啦，正如佢想好心急去掃除晒啦，個即係天朗氣啫，即係總之個關稅加咪加，唔加咪唔加咯。總之個貿易協議簽到咪簽到，總之冇晒嘢啦，結束晒啦。個市場還原基本步，去翻個經濟條件同埋貨幣政策嘅話咧，無疑咧美金係絕對優勝嘅。所以我自己覺得短線嚟計，美匯係捱打係事實嚟嘅。咁但係長遠嚟講咧，大家要小心，只要特朗普一轉態嘅話咧，美匯就強翻。因為大家其實都係等緊特朗普幾時轉態㗎嘛，即係你無論係聯儲局又好，或者係市場睇一個經濟嘅分析都好，都係等緊。如果特朗普真係好多都係話㗎，你減關稅咁聯儲局嗰啲官員咪話，咁我咪減息咯咁樣。咁啊再唔係其他嗰啲嘅經濟嘅預測都係睇緊究竟個關稅情況最後係點嘅。即係所以我係諗緊呢一個美國經濟強勁係咪真係咁實牙實齒？會唔會有個疑問喺度？同樣都係調翻轉啦，仲有睇埋喺個歐洲央行方面嘅，而家佢除咗拉加德就為呢個歐元站台之外咧，如果我哋真係睇埋其他數據嘅，個通脹其實降低咗唔少噶咯喎。我見咧而家就話講緊個歐洲個4大嘅經濟體啊，即係包括德國啦、法國、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咧。咁一啲經濟都預計咧，即係經濟學家啦，預計5月份都齊嗰個 CPI 咧，就係去到達到，甚至係低過呢一個央行目標2%。冇錯。有啲官員已經開始出嚟講，就係話呢個通脹咧慢慢低過2%嘅風險咧增加緊㗎啦。呢度會唔會暗示緊佢哋已經去到個減息尾聲，又可以支持到歐元上升咧？絕對唔係減息尾聲，因為而家現時佢哋講呢番説話咧，其實係暗示緊佢哋擔心緊通縮，即係只不過佢冇用一個，即係佢冇用一個比較驚嚇嘅字眼。OK， 但係問題就係話，央行一低過2%嘅通脹咧，其實佢哋心裏邊咧就唔舒服，唔舒服喺邊咧？就驚邁向呢個通縮。OK， 一邁向通縮嘅話咧，咁就萬劫不復㗎啦。咁其實基本上大家睇到日本啦，衰咗30年經濟就係俾通縮困擾咯。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喺佢哋嚟講咧，點樣能夠可以叫對抗通縮咧？就係貨幣政策咧就有咁夾得咁夾。你見到日本啦，你見到點啊？負利率添。啱啱嚟對抗呢個通縮咁啊負0.1啦，瑞士負0.75添，都係要面對住通縮。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如果佢哋真係邁向即係美國、歐洲經濟真係邁向通縮嘅話咧，唔排除佢哋再次負利率嘅零利率。即係我冇記錯，佢哋係試過零利率，甚至有冇負利率，好似都試過嘅。OK， 都有試過負利率嘅。所以變咗而家你話歐洲嗰邊係咪個息口已經見底咧？除非咁啊，通脹都見底咯，唔再落。如果通脹見底嘅話咧，唔再落咧，咁就大家可以鬆一口氣。但係唔係喎，喂，節節下挫喎，2%都跌破1.9、1.8、1.7咁試落去嘅話咧，歐洲央行咧絕對唔會手軟減息。所以千祈唔好搞錯，就係話咧，以為咧，咦咁樣佢即係佢哋息口見底，其實唔係嚇。一般嚟講咧，去到跌過2%咧嘅水平咧好多央行咧都願意將個息口咧壓低過個通脹嘅。譬如個息口係1.5，佢哋願意將個息口咧壓到1厘。低過你個通脹率，而去托翻住個通脹，希望個通脹唔該你升翻上去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大家一定要好小心理解，絕對唔係就話而家個通脹落到呢個水平啦咁情況，因為而家現時咧你見到歐洲嘅經濟咧係岌岌可危嘅咁而家個通脹咧亦都如無意外咧嗰個情況咧都會跟住個經濟咧就會向下。好啦，如果兩者都一齊繼續向下嘅話咧，無疑咧你見到咧個通縮咧就開始醖釀㗎啦。好喂，我哋之前見到咧，譬如德國咁啦，突然間都走出嚟話，我要加翻啲基建啊、國防開支啊，大家咧曾經都擔心佢債務升，甚至係咧刺激翻通脹有個升溫嘅情況啦。呢個會唔會抵消到頭先你所講嘅嗰個通脹再落嘅一個因素咧？同埋如果係咩呢個情況之下啦，嗰個息口會去到咩水位？嗰個歐元我哋應該點樣睇咧？唔得，我諗因為今次個關稅戰重創歐盟邊個國家咧？就係德國。
因為德國對美國咧，尤其是汽車出口方面咧係比較多嘅。咁所以今次咧德國經濟咧其實咧就面對一個幾嚴峻嘅挑戰嚇。咁啊，佢對華輸出嘅汽車又少，因為點解？喂，你啲汽車咁貴，即係唔係話唔好啊？係貴嚇，但係大陸嗰啲真係平靚正。咁所以變咗美國唔係德國嗰啲嘅工業用嘅汽車啊，乜嘢產品都好啦，對華嗰邊銷售又唔掂，對美銷售又唔掂。咁所以其實你嚟緊德國經濟咧，其實有佢嘅危機喺度嘅嚇。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以德國經濟嚟計，都叫做走下坡嘅話，法國又已經走咗下坡添啦。咁啊，基本上你都幾難搞。好似冇晒啲火車頭咁樣喎。冇㗎啦，啲火車頭基本上啲動力失去晒。兼夾有個隱憂就係咩咧？嚟緊俄烏戰爭，無論點都好，打落去定結束都好咧，佢哋係勢必要大增軍費，而導致佢哋呢紮成隻歐洲國家嘅財赤係更加會嚴重。咁歐元而家見頂㗎咯喎。係啊。我唔敢話而家呢刻鐘見頂，我諗可能升埋今個禮拜咧。咁啊，如果直至乜嘢咧？直至就係特朗普嗰個嘅關稅政策又再舒緩翻咧嘅話咧，咁嗰刻鐘咧，我哋先可以見頂。所以變咗而家某程度冇位睇，唔係睇位，係睇特朗普嘅消息，即係出嗰刻鐘嘅消息咧出咧，嗰刻鐘咧個位咧就可能見頂落。位咧就係就住消息面嚟演變嘅，就唔係話成為咗我哋後市判斷嗰個方向嘅指標啊嚇。當然啦，見到歐元喺呢排繼續強啦，個美金指數啊落到98附近呢啲位嚇。好，呢次咧同阿 Jasper 傾到呢度啦，多謝你。